后来，这个白沙屯马今年第一届加入到南投，而且伫个民间清白溪的寿天宫主驾一枚，大大来提升到寿天宫的名声。啊，讲寿天宫决定要拆除当地一栋有60年历史的牌楼，民众则唔敢赶伫个拆掉进前去翕相做纪念。庙方讲，迄座的小牌楼已经老旧，加上地动酸长有危险性，当时是提出着重建、维修甲拆除3个方向，经过跋标即个跋杯来请示，决定要来拆掉。粉红潮泡来到南投民间的清白溪寿天宫，民众拢真欢喜，因为这是今年白沙屯妈祖头一遍来到南投了后，当天暗时伫寿天宫做个历史性的会面。形容这摆寿天宫决定要拆一座有60年历史的牌楼。这栋牌楼伫上野街，20年装遐甲雕刻充满古早味。当时白沙屯妈祖自驾离开的时，也有经过这。也毋过即摆向发要拆，大家拢总唔甘。猜到我消息，所以就今天刚好下班有空，就过来拍张照。我是从小就喜欢狮子啊，我们小时候也都时常来看狮子啊。是讲想做遮尔有历史的牌楼，话拆就拆。庙方解释，是因为牌楼受过老旧，加上前一阵仔地动，结果已经互损害。讨论了后，提出重建、修理甲拆除3个方向，跋杯决定。经过咱底下讲伊指示安尼就是讲要来甲拆除安尼。庙方讲，所有个遵照跋杯结果，将牌楼拆除，另即总着经费，才来考虑敢要去其他意向建筑。是讲也是有人感觉真无彩，毕竟今年白沙屯妈祖才头一届经过创下历史，想袂到牌楼也将要走入历史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